高雄某一间国中2年前有教练用这球棍体罚学生，甲这个学校又再出现类似案件，5名体育生互教练体罚，家长也指控讲这教练拢乱收钱，而且校长甲代志扫掉。学校表示讲案件已经伫咧调查，校长也无暗号什么人。市政府也讲已经有伫咧调查咯，针对校长的部分呢，要行政调查小组，若总有暗号行为，一定会严办。 聊天，按小孩子就是这边有2条，有的是手指头就是肿胀。手机镜头照相的部位，这个囡仔读的学校，因的家长会长，总因为通报学校体育班的学生，那像红体罚了后，都叫校长打压，控诉学校电话亚康者。小孩的手，有时候他喜欢咬指甲，有时候看他的手，他确实有些关节处他是有点红肿的。 对，然后他麻的程度大概2天。日本基金会指出，2年前高雄市某一间国中，头摆发生过有教练拿球棍球拍讲学生。另外有一个姓林的篮球教练，1月份甲5个体育班的学生体罚，因为因用水喷黑棒，甲上课讲话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老师是要记过的。那这时候他发现一件事，就教练说你要记过，或者是被我打，2选1。 纵使小孩这件事情要处理，学校如果有校规可以处理，为什么要让体罚？为什么要用体罚的方式？我们学校的立场就是等待调查小组调查报告结束之后，然后我们再做后续。如果真的属实，我们就进行惩处。学校回应讲，若像管教不同的事件当地调查，然后体罚一定会处分。不过否认校长打压亚康者，还有要求对象学生退案的指控。嘛有另外一名家长是甲教练相挺的。 我们的家长全部都是接受的合理的处罚，请不要抹黑体罚，不要抹黑我们的教练。将由教育局外聘学者及法律专家组成校长行政调查小组，以确保调查的公正客观。甲教练相挺的家长讲，记者会真侪控诉拢是作恶，2派家长看法无共款。日本强调讲，毋是要甲家长对立。 是要凸显学校管理有疏失。市府回应讲，疑似不当管教已经督导学校爱调查，后续会以结果来移送到评会或者是考核会。现在后援会若像校务不清的代志，学校已经伫2月中说明，而且互后援会中庭较周知，市府袂允准体罚，嘛袂轻招甲暗砍，或者是发生打压亚康者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